今仔日有上家教课，上这家教课就是无共款的派别，就是嘛共款伫吹沙补语，毋过甲我平常时会接触的即个台语的课仔佫无共。讲会使，若台语用一寡华语话，用华语的讲法，用华语直翻，迄嘛无问题。毋过我即马接触的台语教育，这吹沙补语即个课仔，就是强调使用台罗拼音汉字，啊无上好就是白话字，单纯的白话字。而且这台语爱有台语气，若讲哪做啥物代志，哪安怎，若写做一边安怎，搁一边安怎，这就变做讲会替人抓包。毋过当然，即马台语有足侪派别，嘛有人是讲，若大家较听步的新型的台语，就甘愿用华语来讲，啥物坐稳，面册，这派较济啦，就亲像阮阿姐，阮小弟，因就是较不爱讲，家己发明一寡台语词，就算伊是伫台语台，也是台语新闻有出现，毋过因为因平常时嘛袂去收一寡新的台语的知识，因的台语的来源拢是身躯边的人会讲的话。若讲伊着听着一寡，对因来讲应该是算较学术，看到的字典查的，因着袂去信任，认为讲这都毋是正版的台语，嘛有即种人的想法。这家教的老师，伊嘛有伊的想法。对我来讲，我就是拢去学，拢去听，相信讲就会使，就会使行出一条家己的路。即马就是讲，我搁伫学习的阶段，而且嘛无需要讲去坚持讲，啥物做法是对的。我即马是较不爱讲，有人的话就是难足侪华语，因为这就变做讲，就会分段，宁可用华语去表达，变做讲台语就是讲几句，安怎讲拢是迄几句，嘛袂讲去想讲去收新的台语词。去创造讲台语安怎讲，新的词台语爱安怎讲，就变讲较袂求进步。即马即个台语的家教老师是自细汉就台语家庭，就一直自细汉讲到大汉，讲到足顺。伊嘛袂亲像讲，像咱即马较要甲母语捡转来的人，拢是会去看迄100当前，因啥物较古早味，有可能嘛难着一寡日语的台语，毋过咱就会讲难着日语的台语，亲像拉力安尼是会使。毋过若讲明显就是为华语安尼直接翻，安尼就无合格。我拢去听，无共款的讲法想法，拢会使去学。今仔我嘛是伫用母语讲绘本，今仔嘛是我去发表绘本，嘛是翻译甲诚久，一直想讲，想甲足幼的，讲要安怎翻较有台语气。毋过，真正去发表的时阵，就有人讲，莫讲歹梦啊，你着直接讲恶梦，安尼大家就知影。我就想讲，安尼一开始想讲恶梦，就是
会自我怀疑、自我犹疑，结果讲遐单纯，就学放就会使啊，毋免想遐济。毋过对我来讲，就是一个过程尔，就是讲为着讲要去翻译绘本、发表绘本，这内底就落足侪工夫。重点当然毋是讲我家己翻甲真好，讲甲真精彩，实际上嘛无偌济人伫遐听。毋过，就是我伫准备的过程，就会开始想一寡方式，就发现一寡问题，搁会使互家己讲去实施这台语的语感，去群组问一寡问题，嘛会使有一寡嘛有一寡成果，嘛会使有一寡收，嘛会使有一寡学着物件的所在。就是讲，即马就是就是拍拼去学，毋过就嘛毋免讲定着一定定着爱安怎会使拢做开放的思想，安尼就是豆豆愈来愈进步。若平常时听广播电台，嘛是有听着即寡主持人，讲甲台语真正是，真有台语气，拢会使学。只是讲有时阵听会听一摆两摆，有可能无法度讲随家学起来，变做家己的养分。毋过咧，就是豆豆仔来，有可能无别人会记忆遐好。就是爱靠家己一摆一摆，亲像讲走标，走标，也有拢会讲甲沉淡，受着华语的影响。毋过咧，就是加讲几摆，像即马菜色真甲有讲啊，就是一摆一摆练习。就是若讲有开始伫学的话，就会豆豆进步。毋过，若亲像有一寡人，就根本就连接触拢无接触，拢想要变的，拢无想要开足侪时间气力，迄嘛有，就是进步较少。我即摆的问题就是，嘛会讲，哪会路上若讲有细汉囡仔囝，这大部分父母拢是对伊讲华语，有时阵嘛会想讲嗨啊。我想讲，即种心情有可能就是有人惊较少的，即摆人生较少，这生较少的囡仔有一寡人口愈来愈减少的问题。嘛有人会去烦恼这，看到啥物，去公园仔耍，就会去算讲，哪会带囡仔的遐少，带厝内狗仔、猫仔的宠物颠倒较济，嘛有人会去烦恼这。我嘛是会去加减烦恼，毋过这就是我即马需要去克服的问题。就是讲，毋免去烦恼别人。我就是会当做的，想要用台文写我的小说，就是家己着去努力去经营，去加学一寡物件。若台语会当讲较顺、较标准的，就尽量去练习。袂当讲永远拢是会晓写，毋过讲台语着讲甲无啥顺。伫即摆现处时是袂当安尼。即摆拢是讲会晓写，你都搁爱会晓讲嘛，有可能你着爱用有声册，
等等。当然就是若家己会晓讲是上好啊，就是豆豆仔练，就毋莫去烦恼别人，烦恼别人的囝儿是说讲某伊长去。我即摆就先甲即种烦恼囥一边。我需要烦恼的是家己。希望讲家己会当好好啊学，而且我嘛是爱找着正确对象。有的人就是无重视这遮无友善，嘛是有即种人。就若亲像讲，迄个查某的夜妇，伊就可能性质，伊可能个性较着急。伊就若甲我接触，伊就较无友善。即个时阵，我嘛无需要讲家己高正。心内就为着伊对我好，我就欢喜几分。嘛无需要安尼。这就敢若是讲，我伫生活中若讲台语的话，当然嘛有人反应是甲我支持，嘛有人就是拢用华语甲我讲。阁有人加请我讲中文，拢会拄着。就若亲像迄个查某的夜妇，嘛有对我无友善的。毋过对我袂歹的同事嘛是有。像隔壁同事都甲我做有话讲，阁无计较。白讲啥物代志拢你伫咧做啊，拢我伫咧做啊，较袂计较。我就去珍惜，定定甲因做伙。甲心思囥伫友善的所在。若亲像讲今仔日的家教，伊嘛是讲较诚久呢。无亲像以前旧的家教，就台语讲较诚无好，而且时间也袂到，就讲要转去，讲这系统的问题啦。实际上有可能伊阁有课，阁有代志。安尼，我当然就是去找讲对我较有帮助，阁诚热情、诚有话讲的对象来做我的老师。就是讲，我就毋莫一直去想讲啥物人对我安尼，态度无好、无友善，莫甲我的一寡心囥伫浪费伫因身上。这毋免啊。就若亲像迄个查某的夜妇，伊若讲伊就需要一个对象，讲就是这个人无好势。就要对比讲伊是诚好的人。若有代志无好势，伊心头无欢喜，拢是对方作歹的。就若亲像迄个处女座的同事，甲即个查甫夜妇应该是共款个性的人。迄个处女座的同事就会定定讲啥物银行的人安怎有够烂有够后的。伊就会去强调即种物件，互人感觉讲你足可怜的。安尼比起来，你是诚好诚好，一个天一个地。因有需要讲有即种的对照，对照讲，互因心内诚安慰，讲我是一个真好、真拍拼的人。我嘛无需要，就是陪因去搬即出戏。我着做我家己，做我想要做的代志。若因有甲我欣赏，当然诚欢喜。若讲对我就是有意见，就是因的意见。我就无需要讲想要高正，想要改变因对我的印象。因就是需要有一个乌羊。因有的人的人生当中，就需要去找一只羊，乌乌。讲爱甲对方迄个羊的形象讲甲诚歹，无一块好。较会使互家己对照讲伊是诚好诚完美。
当然，这著是新来报告自信的人会做的代志。若讲一个真有自信的人，哪有需要去找即种样来互家己互别人看互别人讲对啦，啥物人遐恱你哪会遐好？无需要，就是讲咱无需要去黑白想讲别人安怎看待家己，拢无需要甲精神放伫遐。一个人一生当中会当做的代志真济，毋过若定定甲时间开伫别款的所在，去想这无意无事，亲像讲，我著去听讲，有偌济爸母带着囡仔会使用台语，我著嘛免安尼家己自我虐待，实在无需要安尼。我著逐工问家己讲，台语有讲较顺无？今仔若台语讲较顺，以后我写的台语的文章小说，我著较有法度家己翻做一寡有声册，著毋免我靠别人搁摕钱请别人安尼，我著家己来就好，著会使好好去吹洒去做一寡家己想要做的代志，互家己的人生当中有一寡作品。对我来讲，这是重要的毋是讲啥物电视啊对伊有欣赏无，也无讲你即马带这公司是月绩是偌济，是做甲啥物做甲啥物位，做甲啥物一步拢无需要去想即款。这代志就是足侪人拢伫关心，关心的话，大家拢会想讲，既然是大家拢伫关心，应该是足重要的，就会甲足侪精神放伫遮，就疏忽着讲，咱人其实会使为家己的人生做搁较侪有意义的代志，留搁较侪作品，培养搁较侪感情，去交一寡会当交的朋友去交流，就是即马著爱家己去判断，就亲像讲，网络顶头有足侪好看的影片，毋过有诶虽望是真好看，毋过无采时间，有诶影片会使帮助家己思考，拢会使紧来看，就是即马著爱知影好歹莫讲毋知影好歹，著讲替别人牵咧行，莫替别人牵去。即马有一寡啥物查甫的爷母伊对我安尼态度，莫替伊牵去。我著家己心头定，嘛无需要讲啥物同事安尼看着我著啥物反应莫互伊牵咧行，就是安尼。做一个知影家己想要创啥的人，人生行到遮，就是爱训练家己讲，做啥物代志我家己知影，家己会当判断，毋免讲看着别人的反应，大家拢伫关心月绩大家拢伫关心讲啥物人买石头路，搁有一寡八卦，像迄处女座的同事离开公司了后，搁一直关心旧公司啥物人要离开要离职啥物人安怎，伊搁足关心的，
实在是嘛是拍算时间，无需要安尼。就是做一个家己会晓判断的人，莫着别人的反应，安尼就足简单，替人牵走去。心情嘛，莫受着别人的影响。若别人对家己无认同，也无就是讲，别人只是讲无甲囡仔讲台语，嘛毋免受因的影响。这就是我嘛无法度去管别人。我会当管的，当然就是家己。好好啊去学物件。若讲，亲像讲，迄个查甫爷夫，伊若爱甲我想甲作漚的啊，又牛拗牛吵，伊要安尼想，安尼甲我想甲遐歹，迄嘛是伊的代志，我著无需要讲，搁去挂心，搁去要伊，都无需要。会当要伊的代志真济，需要要伊的内底，搁会当去判断讲，我著无伊的法，安尼我著要伊嘛无效，著会甲伊，著先甲伊囥一边，囥伫边仔，莫一直去勉强。就是爱培养即种思考方式，就是安尼。